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明年的总预算案一直卡掉的。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日邀请立法院的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最后是达成共识，做出决议，包括金发补偿金额，逐年达公庆提悬到6万，健保点但是每点0.95块。行政院伫咧明年6月30进前会完成公量的介绍。年底之前也会提出方案。即阵国民党加民众党也同意7、8届的总预算案交予委员会来审查。行政院长杜英台含立法院国民党团的3长握手致意。针对114年总预算案一直调伫遐，若要关心原住民金发补偿、公牛收购、健保点达调升的3大法案，杜英台初一下晡2点做主人，邀请朝野党团到行政院林嘉比做协商讨论。哪里的3长拢总有来，不过民众党团是减总调黄国昌，伊的人是伫咧立法院审查乌白案假保护法案。经过1点钟45分的关门讨论，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是懊恼杜英台有提出诚意，和朝野沟通真顺，而且做成决议，包括警发补偿的金额，当年达公庆3万提悬到6万，明年以追加预算来完成。健保点达点是0.95块，行政院会伫明年6月30进前达标。公牛收购价要求农业部伫12月31进前提出完整方案，但布坤基不满农业部失责任。我们今天非常的生气。郑重警告这个不适任的农业部长，要他把确实的事情能够跟行政院来反映。很高兴哈，行政院这个拿出了诚意哈，然后在这几个案子当中有回到一个正轨哈。气氛非常良好，而且要善意解决，当然就是要互惠啊。朝野同意7、8甲114年的总预算付委审查，不过财委法的修正案，朝野同款是要继续攻防。主计总处讲，若是照那样的版本，放出6612亿的财源，就等于总预算红台一半，严重影响到中央施政。这样的话，那地方的自有财源就大幅的增加，甚至有很多的县市，它自有的财源已经高出它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要求保障一般性补助款，就是非常的不合理。关于怎么样分配更公平，或是更有利于大家的同时的发展，因为毕竟这是强调，就是不能够让弱者越弱，强者越强。立法院财委会初6快速通过的财委法修正案，行政院未同意，但是嘛未提出行政院版的财委法，强调照现行制度推动各大重要建设。各界对统筹分配税款的公平性想法无同，呼吁爱理性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多云到好天，山区会有蓝山的底渐转好。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受东北季风加受风台外围云系影响，这方面的水汽会较高。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阁有恒春半岛有机会落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甲大台北山区雨势会较明显，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今仔日日时开始，北部、宜兰、花莲气温会小可回升，整体的感受也是偏凉的。北来礼拜各地头的整体温度回温，通到27、30度之间。因那中南部的天气是同款稳定，但是要注意早暗的温差。昨是立冬，俗语讲立冬补冬补喙空。古早人认为经过一冬来辛苦，身体需要伫即天补元气。不过，中医师就提醒大家，食麻油鸡、油马螺，也是姜母啊等等的物件，毋是大家人的体质拢有适合食补。小滚滚、香滚滚的姜母啊，香到桌顶，人看了真想要食。有袂少人拢会伫立冬、补冬之天选择食油马螺、姜母啊，也是烧酒鸡来补身体。有的民众感觉食煞寒天，就较袂惊寒。因为古早人的智慧，讲即天食补，身体较会好，啊寒天阁袂惊寒。
针对补冬食补，有中医师建议民众其实应该爱看家己是什么体质，适合什么款的食材，才袂食补最后害变身体吃苦。大家常常看到都是姜母鸭、烧酒鸡、麻油鸡之类的。那如果说一些比较容易疲倦啦、自己觉得气虚的人，他可以用西洋参鸡汤，那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进补。那如果像是一些气血比较虚松、冬季手脚容易冰冷的人，那他可以像是用我们的何首乌鸡汤来做进补的动作。有人讲身体较燥的人无适合食补，中医师表示，身体燥会当伫四神汤内底加一寡汉药材，也是一款真好的补冬方式。燥热的人不适合进补，可是像是四神汤这样子的东西是可以做的，因为它其实补性并没有很高，反而更多的是补养脾胃，然后让你的消化更好。像是山药、茯苓、芡实跟莲子，那有些人喜欢可以再加一点点薏仁，增加口感。这样的四神汤的组合也很适合现代人做冬令进补。伫补冬这天，新竹有爱心团体专工来到消防队，穿好了来替辛苦救灾的消防人员补冬，大家是食甲身躯烧烧，心目感觉真温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顶礼拜狂热风台到达南投的中寮，也有7号拢无电通用。台电调查了后，发现原来是电线互人偷剪去，大约有1000公尺无去。台电即阵已经报警察，目前会先有临时的线路，互民众有电通用。平常的物件拢害了，想要看电视也无办法。南投中寮乡清水村有居民，为顶礼拜四抗瑞风台停落了后就停电，到当一礼拜拢还未复电，过着关死的生活。无奈上地方面册社团求救，打电话予台电才知影电线去拆了偷去。啊，摆时嘛是10点几就无电去啊。讲风台要来，人就断电，就无电到当啦。害了咩？再等，唔再去倒啊，无你若等咧遮会臭啊。偌细阿某差不多80岁，厝内4台东床，少年人甲囡仔日时拢伫咧外地上班上课，确定造成生活真无方便。台电表示，当地是我9份2线的偏远山区，大多是过境远农作用电。经过调查，山区电线向头大约3位，长度大约总共1000公尺左右。统计了有7位民体用电受到影响。7号早起，台电已经请工班前拢了解。那经过我们派员到现场查勘，失窃的地点总共有3处，线路长度大约1000米哦。那影响的户数总共有7户，都为果园喷雾用电。台电强调，第一时间已经向警方来报案，而且向当地回收业者宣导，唔通收来路不明的电线，否则会先前往当地搭设临时的线路，7号就会当先供电，解决民众用电的问题。后续会来做线路复原的工作。记者南投报道。家己新港溪口种的토마토番麦加番辣姜，因为受狂热风台影响，造成6000多万的农业损失。嘉义县政府会同农粮署、农会等等去现场会勘，要了解受损的状况。雨风吹到打冷气的柑仔蜜，顶头大个芒啊，嘛拢吹到歹去。狂热风台伫嘉义县大内阵风，造成一寡农业设施甲农作物的损害。嘉义县政府甲农粮署、农改场做伙来到产地会勘，了解实际损害的情况。风过大一寡茎拢溜的，拢嘛是摇了安尼啦。啊，一个芒啊嘛拢破糊糊啊。啊，你像安尼的像即款情形，正经落遐做田的人就足艰苦的啦。到11月初6的统计，嘉义县目前农业、渔业损害金额大约计共是6449万。其中农作物的损害有2699万左右，受损的面积有200多公顷，主要拢是去雨风吹到打冷或者是渗透去。这次主要的台风是强风的部分，那所以都针对会比较高筋的作物、比较怕风的这样子的作物，在受损上会比较明显一点。另外，沿海乌边仔的部分，目前统计有4000坪的浮边仔，甲200公顷的倒边仔，拢予狂热风台来损害。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各乡镇公所搁咧进行灾害的勘查甲统计，等到资料完整了后，会送到中央来做灾害的评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几天是中国时报原地牵涉环境敏感地区的观光旅馆，由环境部环评大会来审查，其他交予地方政府来处理。环境部最近受罚，要甲所有旅馆开发案拢交予地方来审议。外界烦恼会放北，环境部昨是取消这个计划，只有依次30公顷以下的供电开发案的审查，交予地方政府来审查。
接下来是联合报花莲县杜溪乡高峰川浅山地区，分别有乌熊走入去5间鸡条，损失有400只鸡。林业署花莲分署伫咧部落的协助之下，昨是抓到一只125公斤重、港的成年乌熊，会放转去深山。落尾是自由时报，并且等等社群平台接名诈骗案一直出现。公股银行的龙头兆丰银行宣布，即马开始到明年底，未国付任何的广告费和无实名制的社群平台，也未邀请网前广告各项的业务。根据地检署侦查案件统计，连续4年，早期案件是刑事犯罪的头名。高雄市刑警大队就抓到一个诈骗集团，主嫌加律师加代书这个专业人士，除了提供共犯法律的协助，佫会用代书开假借款契约，计经有21个嫌犯互人起诉。警察，放下手机。凤山分局的警察伫咧咖啡厅内底埋伏，抓到这位24岁的车手，有一个查某的受害者去互伊骗2摆，加在现场有抓到人，嘛甲证物扣起来。另外，高雄市刑警大队嘛破一件投资现金汇白的诈骗集团，因是去年先抓到车手，用源头侦办，才发现集团内底有律师斗3工。委任的律师都是几乎都是这一位陈律师。那我们警方也起疑，为什么都是这个律师来做这个辩护律师？原来这个律师呢，是透过这个辩护的当中取得车手的笔录，还有查扣的内容。警方追查发现，诈骗集团除了找姓陈的律师做报备啊，嘛找厝内开地政司事务所姓温的查甫人，假做是代书，骗受害者卖厝投资，甚至佫开假的借款本票，甲减掉甲警方查扣的钱退回来。要求被害人签立这个假债权的本票以及契约交由这个假代书温显送交给地方法院来做一个强制的执行然后呢，把警方查扣的这些没办法马上做定位的这些赃款呢，然后取回交给诈骗集团来保障他们的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获利他这个代书还有这个律师分饰2角。这个集团5个投资的金主拢是阿舍囝，厝内生活拢真好过。因算结合律师甲代书，利用投资诈骗，4个月内就赚到4亿多。即马减掉甲警方甲因名下的不动产甲名牌车全部查扣，起诉21个人，检方嘛请法院甲判重刑。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嘉义县民雄分局警方昨暗时伫新港一间超商埋伏要抓诈骗车手，围捕的是这个姓林的车手，赛车要走，搁赛车弄警察，落尾是家己弄到安全岛，互警方抓起来。互人诈骗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子，伊伫网络交友互人诈骗，对方惊讲要介绍虚拟货币平台，竟然就被骗过1遍，昨是第2遍见面要交钱。伊骗30万起来啦，第2次交易啦，我有听讲，阮囝讲警察有摕假钱互迄个小姐要钓伊，迄个嫌犯讲，你若摕假钱。被害者甲车手约好伫咧外壁村一间超商边仔要交钱，用假钱要引诱车手落车，警方也藏伫咧附近等，不过车手发现是假钱，不落车。他跟我拿钱，我等一下给他然后他发现有脚钞，我就说不好意思，小朋友拿去玩，我就先离开，然后警察就上去了。警方看嫌犯回来，就将副驾驶座的车门扭开，身体顺入去车内要抓人，不过嫌犯竟然就直接把车开走，要弄警察。围捕过程中，一位警察被弄到，正脚受伤。就是遮叫细一个卡灯骨折像而家是细一个卡灯警察啦，小队刑事小队。嫌犯香港开车，甲机器弄到分界岛，警察甲伊压制逮捕。嫌犯甲受伤的警察拢由救护人员送病治疗。受伤的警察伫暗时9点半出现，已经转去厝内，也那嫌犯由警方介护带转去侦讯。记者综合报道。北韩未成年猥亵案的美国籍男子10月初入境台湾，经过1个多月，移民署总算是掌握到伊出现伫台北市松山的三民路附近。经过排复，昨日下晡已经找到人。
查获 W 男后，本署专刑队随即进行稽询，确认其来台目的及有无涉其他不法行为。后续将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8条第1项规定办理驱逐出国事宜。出国后，也将依法管制其入国。移民署表示，这个外国人士入境了后，接收到美国在台协会的通知，伊捌伫23年前有假罪记录，不过即马无互人通缉。透过画面，这个美国籍男子互人带转去桃园市的专勤队，先厘清来台湾的目的，到这段时间内敢有违法，接下来可能依法甲伊强制出境，未来也管制入国。美国大选共和党即摆是赢者多，参议院摕到52席次，变做占多数的党。众议院的部分，共和党暂时以205席赢过民主党的190席，也因为参议院是掌握大法官甲内阁成员的任命权，甚至是以选案表决，摕到参议院也代表川普执政会当搁较稳固。美国大选选情大部分确定，共和党伫这摆大选表现出色，川普重回白宫也夺回参议院多数党宝座。众议院选情目前也是领先共和党现任参议院领袖麦康诺采纳表示，这摆大选是对拜登政府政绩的总体检。I think it was a referendum o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part, people were just not happy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nominee obviously was a part of it. 在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贿选成功连任第3任期了后，共和党摕到第52席席次。参议院确定变天，共和党重新掌握多数党宝座，因为共和党现任参议院领袖麦康诺特别下任，也有过参议院的首要任务。The next big thing that Republican senators will do is elect the next majority leader in a secret ballot. It's a big decision because this is turning the page on the Mitch McConnell era in the Senate. 参议院组长的职务包括大法官甲国员的任命权、国安事务的裁决，甲表决众议院提交的预算案。共和党这摆增加3席，目前席次来到52席，总计2021年来两党无过半局面，为川普执政拍下坚实的基础。众议院选情部分目前继续咧开票，众议院议长强生确定担任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伊也表示会寻求党内同志支持，继续担任议长。在民主党众议员选情部分，德拉瓦州出现第一位跨性别众议员当选人34岁的莎拉·麦布莱德拍败共和党对手费伦3世，摕到德拉瓦州众议员席次，是这摆选举创下历史纪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昨日表示，已经参当选的前总统川普通电话，而且向川普保证会和平、秩序甲政权转移。美国总统拜登在川普当选了后，第一遍在镜头前发表全国演讲。Yester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congratulate him on his victory, and I assured him that I'd direct my entire administration to work with his team to ensure a peaceful and orderly transition.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拜登讲，失败是加减的，要我若放弃就袂当原谅。这边的失败无代表真正失败，伊也懊恼副总统贺锦丽在这边选举过程的表现。No matter who you voted for, you see each other not as adversaries, but as fellow Americans. Bring down the temperature. We accept the choice the country made. I've said many times, you can'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拜登希望大家对美国选举制度无共意见先放一边，因为这个制度是诚实、公平加透明的，而且伊也邀请川普参加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代表着和平转移政权的一部分。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发表声明，讲川普正期待这边的会议，并且讲川普正感谢拜登的这通电话，这是因在6个辩论会了后第一遍见面。拜登的任期是到明年1月20，所落来也去参加在巴西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峰会，也讲在秘鲁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公司新闻吴文明编译。美国联准会初七宣布降息1码，联准会主席指出，通货膨胀已经降到2%的目标。选举的结果伫咧短期内未对利率造成影响。
川普选调搁转来白宫，和华府的政坛有正大的无确定性。不过，美国联准会初七又按宣布维持今年降息的方向，在9月中降2码了后，搁降1码。In the near term, the election will have no effects on our policy decisions. This further recalibration of our policy stance will help maintain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and the labor market, and will continue to enable further progress on inflation as we move toward a more neutral stance over time. 美国劳工部顶个月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甲去年同期比年增加2.4%，比8月2.5%小可较降，是2021年2月以来上大年增幅。鲍尔讲，联准会调降利率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带动就业市场。市场认为，联准会可能伫咧2025年顶半年进行2遍降息1码。将利率降到3.75%到4%之间。英国央行伫咧联准会宣布降息进前，也决定降息1码。The Bank of England governor said that the interest rates would continue gradually to come down. That's welcome news for families and business owners who have been hit by the higher cost of living and higher interest rates after the damage and the chaos that the Conservatives caused to our economy. 这是英国央行今年第2遍降息，英国央行也警告，伫咧预算案增加真侪支出，再加上川普当选可能会提悬关税，造成通膨可能会增加0.5%，这敢若是伫咧讲明年初利率可能袂搁再震荡。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比如11月初5举行总统、副总统加国会议员选举，现任总统费树人当选连任。外交部对此表达祝福，讲台湾会继续参比如政府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邦交关系，有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讲，今仔日透早4点33分，接到济州惠阳岛外海发出求救信号。有13个人失踪，14个船员被人救起来，其中有2个人失去意识。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动员资源来协助救难。古巴顶个月因为飓风 Oscar 全国大停电，切拉国因为飓风 Rafael 电力系统是搁再失电，全国有1000万人无电通用，这是无到1个月来岛上2摆大规模失电。川普这摆选赢，路透社的报道讲，总统赖清德也有要打电话给 Trump。总统府是回应讲无这路代志。赖总统是有指示驻美代表处发函，预料未来关系是安怎变化。外交部长林佳龙讲，中共一直咧使人是无可能成功，也无排除中共伫咧美国选后的交接期会扩大灰色的地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确定选赢，搁一摆要登去白宫。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驻美代表处发函恭喜，但是外国媒体批驳报道讲，赖总统有试要和川普通电话，副方澄清讲并无规划。行政院长窦英泰嘛恭喜川普，强调台美关系是真稳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规划另外再致电去表达祝贺之意。恭贺已经当选的川普总统跟川普总统能够继续带领美国跟民主伙伴国家一起稳定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因为川普顶摆就任伫第一时间内就和前总统蔡英文通话，赖川未来敢会通话也是见面，若是引起立委的关注，更较关心外交部国安高层，敢已经和川普的重要幕僚接触。外交部长林佳龙强调讲，长期以来拢有对政策交换意见。未来会不会尝试？我想随着他选举结果都底定，好，那这个人事的布局，好，我想这个沟通的管道是有的。川普选赢嘛，牵动美中第三方的关系，针对中国一直操作疑美论，未来有可能采取行动。外交部评估中美是维持独自无破的对立态势，但是无排除中国会故意在美选了后的交接期，在区域扩大铺设地带策略。刘会分析中国对台维持两个两手策略。以美论是没有必要啦，在美台的经济整合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啊。如果没有了台湾跟美国的这种伙伴关系啊，那美国也很难再次伟大。这几年看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跟对中政策其实是相对稳定的，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面，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
针对川普发出，美国各一摆来伟大，林佳龙强调袂当无台湾。另外，美国国会挺台的力量真强，林佳龙讲，参议院即摆有30几个友台小组的成员，9个面对改选已经有6个连任。伫众议院的部分嘛是同款，4个共同主席拢已经顺利连任。记者综合报道。川普选调了后，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认为，若是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对手也进行贸易报复，安尼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影响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另外一方面，川普当选了后，敢会要求台湾交保护费？有专家就建议政府来先开出各项采购清单，莫等明年川普上任了后再来沟通。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得到胜利。相关的政策按算会对全球的政经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外界关注，因为川普进前呛讲，会对所有进口货拢扣10%关税，对中国要扣60%重税。川普上台了后，恐惊引起新一轮的贸易战。那如果他的贸易对手也就是说全世界也对美国的进口的东西扣10%的关税，也就是贸易报复，那美国的同盟可能会增加到1.7因为川普已经讲要对中国扣60%的关税嘛，那这个如果累计上去的话，美国的 CPI 大概会增加1.9到2.5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讲，若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恐惊带动通货膨胀。因为川普重新登去白宫，外界也烦恼美国会表台积电先进制停，刷到美国制造。北京已经去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就警告讲，晶片战是拜登的政策，贸易顺差才是川普的重点，所以才有加大关税政策。现在川普他根本不认同你的晶片法案、晶片联盟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对台积电做哪一些事情？全面性的关税，甚至有可能逼台积电去的更多，或把更先进的制程给搬过去。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他不只要你一颗珍珠，他要你整个项链。针对川普捌叫台湾爱交保护费，要求台湾提升国防支出等言论，专家建议赖政府即马得要对川普完全执政的新政权上台了后，思考对应的路线。尤其台湾爱对国防采购清单做出具体的承诺，袂当等到明年1月20就职了后再讲。国防经费占 GDP 比重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个2.45%，我认为要做出一个具体的承诺那么在什么时间点上能够到3%？国防采购的清单，我们要重整，我们要重新盘整，要重新调整。讲到保护费，韩耀南认为讲，对台美之间有协议的协防行为，台湾也是愿意付钱的。不过这是牵涉到美中关系问题，不是单单是台美关系尔。中驻美代表高淑泰是认为讲，台湾爱充分运用硬实力甲软实力，唔通骄傲也唔通落软，向川普新政府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且诉求上大化的立循。记者综合报道。北检对查京华社案，昨是以证人的身份传蔡壁如，阁有前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德勇来作证，也以证人的身份第2摆约谈瓜文的太太陈培琪。在 IRA 2个被告，包括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杨晓薇，也阁叫来问话。另外，检方申请扣押京华社的土地，高等法院发回了后，台北地方法院自改裁准扣押。夫人今天来作证吗？透早出现廉政署对提问无讲话，北检侦办京华社案，几个月过去，初次搁以证人身份，第2摆约谈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家后陈培琪，承办检察官也到现场，经过大约3点半钟审问了后请回。搁坐轮椅应讯，检方积极调查，初次也提审在押被告，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晓薇，坐另外一台警备车，缀伫后壁来到专案几廿名的被告，方押了后，检察一直有动作继续追查，关系联络对价关系甲关键金流等疑点。现在状况还好吗？好，谢谢。好，小心哦。面对媒体大电视提问，无加讲一句话。台中市府顾问也是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伫初六头一摆以证人身份团还，接受完廉政官审问，佮到地检署候审超过5点钟，先后请回，微微笑行出北检。同一日，向团还作证，也有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德勇等人。没有说明的。
警方社用这队边境监视涉及弊端，北检侦办专案扩大范围追查，也申请扣押警方社土地。经过中国公司控股和驳回竞材了后，台北电影二度裁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山边一间透天昨透早发生火灾，有5个人掉伫内面。消防队先救出厝主因翁仔某，伫咧3楼发现17岁的后生，另外一对男女是已经死亡。送病医了后，厝主甲后生救无转来，检方勘验了后，无排除是电动脚踏车爆炸引起的。火一直冲出，消防人员赴2楼拍火，早起透早3点外将火拍开，造成发现厝内5个人脉无喘气心跳，搁一摆确认其中一对男女明显死亡。初步了解的是厝主翁仔某的亲戚甲客仔子。鞭炮爆响的声音，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已经烧起来了。有疏散5大2小，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我们有搜索到5名欧卡的患者，那其中3名我们有送医。厝主一个3人送医17岁后生相当死亡，厝主也伫早起11点宣告死亡。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也毋过火灾进前几啊位厝边听到冤家声音，无排除认为放火可能。有啲冤家的声啦，完了吼。完了，都要开始，一个也开始变啊，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对。前期透早，火调人员出入火场，检察官也到场。1楼红烧海的物品中有冰箱，也有一台亲像是电动自行车，且严重毁损，只剩架仔。检方勘验现场，初步排除放火，无排除是电动自行车爆炸引起大火，也毋过确实原因也要等火调结果出来。烧刚上是说。大约在50%啊，应该听不到，然后现在还在听。内底有迄什么电动车，你敢有看？迄是因囝的吧，一台尔，因爸了，因为无驾照啊，这样过去啊。电动自行车。对。厝主的亲戚朋友拢讲，翁仔某的感情真好，无相信认为放火。厝主的太太伤势严重，人也咧昏迷，因为伊伫清洁队上班，市府经派人关心，也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一间国校的幼儿园有一个3岁半的查甫囡仔，伫咧洗身躯的时，家长发现伊的下身红骨肿，问幼儿园才知影是困到的时阵偷摄药，去互老师拍下身。学校昨启动调查，先甲牵涉案件的老师停职。伫宜兰某一间国小的附设幼稚园发生敢若是虐待儿童性侵的案件，有一位3岁半的查某囡仔，家长甲伊洗身躯时阵，发现伊的下体红骨肿，囡仔讲是因为偷撮了，互老师拍私密处，家长甲伊带去验伤。有行为表现，他直接比给我们看他的私密处，说他那里很痛，然后甚至说老师怎么打他的状况都有准确的比，就是用手比出来给我们看这样子。代志发生伫咧10月中，学校接到报案了，启动性命调查，访谈当事人了解代志发生的经过。11月初6开性命委员会，涉案的老师暂时停聘，等待调查结果。被害女学生是暂时调离原班，案件进入司法调查，县政府也进行行政督导。一般来讲，启动调查，那就会静候停聘，静候调查。为了要调查真相，家长想要向学校调监视器，但过伫咧教室内面是无装。就面来讲，若教室内面有装监视器，万一囡仔伫咧学校出代志，有画面会让保护囡仔也保护老师。家长可能有一些部分想要了解的话，避免学校的被误会，然后或者是家长们他的理解的方向，可以再做一个探讨。那我觉得监视器的设置是保护着彼此，也保护着孩子。在学前的一个设施设备当中，目前没有规定说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设备，所以目前是没有强制一定要装设。不过，伫学校的教室内面装监视器，有正反两边无同的意见。有一寡家长认为会影响囡仔隐私权。教育处是讲，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无论是国中小也是幼儿园，监视器唔是必要的教学设备，未强制学校爱装。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海巡最近伫台中的龙井，台南的学家查到非法做粉的工厂，嫌犯合法报关进口做粉的材料，煞比伫资源回收厂内底非法做粉赚钱，八个嫌犯都互人上班。
台南海巡查缉队以及相关检警组成的专案小组，兵分两路，前往台中龙井区、台南市客家区的书粉工厂来搜索，唔料查到大量的粉丝，其他场查到要包粉的大批材料。包粉的啦。哦，要包粉啊！啊，你包粉你就会传起来。查缉队的人员入去到书粉的工厂，机器是不断的运转，制造无合法的书粉。台南海巡查缉队近期接到真珠不法的制粉集团，今年初以合法报关进口分销的下脚料，并且以资源回收场做掩护。经过长期的埋伏、公干修正，是破获两场非法的制粉工厂，一概掠到现环8个人。查扣烟丝1819公斤，私烟成品1201包，卷烟35800包。共计查获私烟约127951包。破获这个私烟案，让这个社会更稳定、更治安更好，然后不会让这些私烟流入这个市场，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对于国民健康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台南海巡查缉队是强调，这波查到的书粉还未流入市面。不过以过去查缉的经验来讲，每一包书粉制造成本大约10块，自从品牌了后，大部分是以50块，销往亲像是牛墟、外籍商店、杂货店等地点。因为这书粉的现场脏乱不堪，环境嘛真恶劣，品质不好的粉，恐惊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呼吁民众唔通买来路不明的粉品。记者郑混蛋报道。婚礼有民众想要甲厝内面的人出国旅游，参旅行社注文泰国的旅行团各纳4万的定金。2天了后，业者却通知讲，这团有人客要装包，爱因换时间。民众是批评业者做生意是无信用。美丽舞者车花餐厅，泰国旅游影片真吸引人。住伫婚礼后尾的苦城市，进前向出名的旅行社网络注文泰国6天5暝的旅行团，这口罩4个人都要去。伊测试出面指控讲，测试去问市纳4万块的定金。不过2天了后，刷互通知，原底预定出团的时间有其他人客包团，要求因刷团改时间，并且乌白修改成团的人数，批评旅行社手法粗残，无信用。机位9位。已定4位，剩余5位。当初我们签的旅游定型化契约是10人成团，所以说这一团表示永远都没办法成团，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机位让出来，以时间给该公司其他的团客。旅行社表示，刷团只是禁忌，并无公表。若消费者无换行程，也无爱刷团，也是会照定型化的契约行，做法前7天会通知敢会成团。若无法度成团，会全部退还定金。若网络的成团人数只是参考，随时会当调整。有其他的团体客人就是要把它就是要包团，所以变成说要把这组机位用掉的部分。那站在公司的立场，就是我们会告知客人说，那是否能够请客人做挪团的部分，或者是更换行程。当然，我也有告知他说，按照旅游契约书，我们最晚在出发前7天会告知他说会不会成团，有没有达到成团人数。公安所来介入调查，这个是行政调查的部分，有没有违失？那另外权益的部分，就是跟这个品保协会这边来主张、来申诉这样子。那后续如果还没有协调好，也可以到我们地方政府消保官这边来调解，或者来进行2次申诉。婚礼官府消保官强调，苦城市已经先付定金，业者袂当以刷后结案来要求消费者改时间。民众若认为讲权益有受损，会当向交通部关公署、品保协会或者是官府来申诉，搁有调解。记者综合报道。货车航空巴士甲客停车定找无所在通临时停车。台北市交通局4月份开始增加106家的营业用共用临停区。自拜三开始，停管处是延长航空巴士客停车停车的时间到10分钟，货车是20分钟。估计明年会再增加150家。货车司机甲车停伫若是个架仔顶面，这是专门予货车卸货所在。若甲架头刷甲毋是个架仔，这是台北市交通局4月份接设个营业用共用临停区，甲若是个架仔是完全无同。伊除了会当提供货车上货、落货照停，航空巴士客停车嘛通照停。原本台北市停管处是规定，敢若会使停3分钟。拜三宣布，航空巴士客停车通照停10分钟，若是货车通延长到20分钟。到今年9月，我们有一些使
使用的心得跟一些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货车可以停20分钟，然后其他车种，比如说计程车、富康，还有富康跟长照，他们是停10分钟，这是我们有做的这些调整。就驶货车的业者认为，对因来讲，增加到20分钟依然是无够，至少爱30分钟才有够业者落货。而且台北市目前的营业用共用临时停车格才106架，认为收少根本就无够。3分钟可能我下一个车货还没搬就已经3分钟到了啦。停20分钟当然不够，可是总比3分钟好吧？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是它开放红线临停，可是它又说那会影响交通吗？对此，台北市停管处是回应讲，会设营业用共用临停区的目的是为着要减少交通乱象，让大台车的司机临时停车方便。那延长到30分钟行收久，会造成其他民众交通用路的无方便。另外，假收少的问题，停管处是表示，明年会阁增加150架，提供业者有更较便利的环境。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屏东有民众把车停伫咧路边，转来了后，发现停车的所在防卫红线，阁互警察开罚单。调监视器来看是发现有人是伊停车了后才画红线，公所就讲会取消罚单，且厂商改善流程。看出来呢，吼，明显看出来。你个身躯红线有啥物差？后壁红线小可袂条纹，中方怀疑讲是私人去画，需要证实是公所委外厂商去画，但是却引起争议。监视器翕到工人摕油漆的桶啊、含铝啊，沿路去画红线。花路口第一台车下骹嘛手伸入去画红线。车主本来是停伫个无标线区，却变作红线违停，佮拄着有人检举，车主互开单，去甲调监视器来确认。这个画的也不够标准啊！你不觉得它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画的那个的红线吗？为这啥物事我嘛唔知咧。是哦，我甲恁通知无？无。你看我唔知。红线画了1点钟内，就有警察来取缔嘛，引起地方的反弹。警方讲到场的时阵，确认有红线才写单来检举，但是事后民众申诉嘛，提供现场的影像，确认车停的时阵是无红线的，会来撤销罚单。目前嘛，干那一个车主因为安尼互开单。当时这边刚好有停一台车啦。那厂商现场纸本的公告的部分，可能我们会请厂商再补强一下。原则上是要现场做一个纸本的一个告知。公所讲，画红线区域是出入口，照交通安全规则，爱禁止临停，才会请厂商来画线。照正常流程，就要先透过纸本向地方来公告，但是厂商无去做，后壁会要求厂商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社头的南地村65岁以上的时段占18.6%，人口老化是严重。但是庄头无诊所、无药局，要互医生看到要去市区，对时段来讲是真无方便。有病院就向卫福部申请巡回医疗服务，逐礼拜4会来社区替居民来看病。彰化社头的南地村人口大约2000人，65岁以上的时段占18.6%，但是庄内无医生馆嘛无药局，社区的时段若破病，就爱去市区看医生，交通真无利便。哦，爱去到湾林，我喺社头啊，打铁要打到足艰苦，足忝的啊。老伙有都摆骹头啦，啊，毋着遐疼啦，啊嘛是爱找医生啦，无找医生袂好啦。南地社区表示，庄内的少年辈大部分拢出外去食头路，时段若要去市区看病，就爱坐公车，路途遥远。即阵有病院向卫福部申请改善计划，逐礼拜4会来社区替居民看病。阮这时段若袂晓徛多摆，啊若无家人甲载的话，因拢爱去咱的万林客运的车牌卡，啊等1点钟一班的车。坐去万宁了，再搁行路去诊所。基本上，阮这时段看病，真正是不方便啦。就三高的病人，可能他就3个月才去就诊一次，来这个南地村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话，针对他慢性病的控制，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医疗团队指出，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社会，时段普遍较会有高血糖、高血压、慢性病这类问题。透过社区巡回医疗服务，通好随时掌握时段的身体状况，嘛希望会当改善偏向医疗资源欠缺的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加强工课场的边权概念，劳动部用原住民族甲有心妇女这两个基地来拍影片，用戏剧的方式，互民众来了解，若是拄到无平等的对待，爱勇敢来发声。雇主甲劳工也要互相尊重，重视工课场边权的基地。
这个算不算是歧视啊？没关系啦，习惯了。也便是咧讲原住民因为身份甲文化无同，常在伫工课场互人歧视。今年劳动部特别以你就是家己的工做主题，拍鸦片加强宣导民众伫工课场的平权意识。劳动部望透过鸦片，鼓励大家伫工课场拢爱无分族群、年龄、性别做家己的工。我要将我工作中所学的一切，我要自己设计、自己品管、自己监工，我要亲手在那一块地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故事上尾讲到原住民后来伫工课场找到自信，找到家己的工。另外，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性别平等工作申诉件数内底，受心理的件数181年是381件，112年增加到566件。劳动部强调，伫112年增加较侪是因为Me Too运动加上性平3法通过，民众会主动找资源来保障家己的权益。亲像有心的妇女可能会需要兼顾家庭甲工课，这也是真侪妇女会拄到的挑战。单纯的宣导的方式，可能大家会感觉伤教条，所以阮拍算用电影的方式，互大家透过艺术的欣赏，有法度产生共鸣，有法度达到职场上的平权。劳动部表示，希望用戏剧的方式挖进民众，让民众了解原住民甲有性妇女伫工课场平权的观念。劳动部处长嘛强调，即马法律有规定，若是员工伫工课场受歧视，就会执法。不过处罚毋是目的，上重要的是望所有的人拢受到平等的对待，做伙建立平等的工作环境。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武器产咱的本土文化是有真深的关系，但是根据台湾师范大学的调查，虽然台湾有7成的民众家庭的武器是台语，但是只有无到3成的民众踮厝内会用台语来对话。学者认为这是咱教育注重华语造成的，应该为各方面营造武器环境。民谣哪有可能无土地？土地哪有可能无武艺？今年金音奖最佳民谣歌曲奖得奖人农村武装青年，讲到武器产本土文化的连结性，鼓励大家把武器捡回来。实际上，访问民众，侪人会因为沟通方便，唔拿外出讲华语，伫咧厝内也无啥咧讲台语。你伫咧厝内敢会甲你父母讲台语？有时阵会，有时阵袂，因为大部分还是习惯说中文。其实做阿公阿嬷还会一点点，但是比较少，还是方便就是用国语。台师大文化教育策略研究团队电话调查1000多人，发现有超过7成的民众，虽然家庭的武器是台语，却无到3成的民众会伫厝内讲台语。另外，有超过6成的民众认为，伫咧厝内的语言习惯会影响咱对原生族群文化的认捌程度。因为台湾现时的状况是族群真多，加上国语的教育，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平常接触的语言就是国语，包括官方的场所啦，公共的正式的场所啦，因为啥物族群拢有。所以呢，咱当然用共同的语言嘛。学者认为，政府通试咧以影视、音乐、旅游做媒介，推设武器环境。伊嘛指出，虽然即马学校有本土语言课，但是对学生无解有去音力。政府若通辅助武器戏剧、音乐创作，佮有本土文化旅游路线开发，用较软性的方式，有机会互更较侪人亲近武器、接受武器。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这几年，台语文的出版品质愈来愈侪，销量也愈来愈好。中央通讯社出版的电子册也透过访问台文出版界的专业人士，讨论台文出版的起草甲发展。但是，就有出版社讲，甲华文出版比起来，台文出版的编辑技术要求是加真悬。即马台文册当咧起步，也有真侪台文字的系统需要建立标准，安尼台文出版才会行了久长。这几年台文出版长兴，不管是诗集，也是网架，阁有甲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翻译做台语版的《小王子》、《杜别林人》等等，各种作品拢有。长期注心台语文创作的王昭华认为，这是台语文过去经过长残，即马当咧复振的脚热，证明台语通讲万事万项。人香港谁哪会当讲广东话？
伊嘛是现代社会啊。是。像咱台湾的即个现代文化的即个部分，咱就缺失，加上拢是停留伫乡土。这毋是天然，毋是自然。这是政策一步一步安尼，这是一个语言复振啊！这片图你本来是种这个，你规个用迄个调啊，你搁要甲种断啊。用白板电脑就通读中央通信社出版的电子册《都市文化书：台湾艺文百景》，内底有关注这几年台文的出版业。拜四也举办座谈会，长期出版台文册的前卫出版社讲，虽然这几年台文册市草好，但是台语文出版的人才资源也是有真侪挑战。可能会认捌讲，编辑按着共款，华语的编辑安怎做，我台语就安怎做啊。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比如讲，华语敢有需要去考虑啥物汉字甲罗马字的问题。华语敢有需要去考虑讲，我的读者台语的能力堪占到倒位的问题。郑庆宏讲，甲华文出版比起来，台文出版对编辑的能力要求是加真济，而且目前台语文字要会当正常显示出来，技术嘛也无够成熟，增加台文出版的难度。郑庆宏认为，台文出版长期靠中央补助嘛毋是办法，出版业甲政府应该为即马开始建立各种台文出版的标准流程甲系统，安尼台文出版才通永续发展，行会久长。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南的歌店是全台湾联角种上济的所在，伫咧在地的歌店国小嘛，伫校园内种联角。伫咧趁大出的时阵，校园结合实农教育，带囡仔实际体验慢联角。囡仔话水家中准备要挑战今仔日的任务慢联角，因一组学生先落水铲板，另外一组是坐伫小船顶，互囡仔坐联角船，体验早期做事人过船仔慢联角的感受。台南歌店的联角占全国总产量7成，在地歌店国小推广实农教育，打造无同的场合，互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我感觉足趣味、足好耍的，因为咱都是第一届。去慢，先甲菱角刻起来，甲变过看敢有菱角啊，菱角小啊，迄地当甲慢起来。咱的小朋友会当亲身来体验，借这个机会来提升着咱小朋友的这个实农的这个知识，个咱的能力，个咱实农的素养。大鼎拿落去，香港的麻油味，佮掺鸡肉，互人嘴软插插的。好食的麻油鸡准备通上桌。同款咧推广食是教育的，佮有永康国小，初7是24节开的日当，学校嘛特别穿规套青草的食补餐，通互囡仔补心补气，嘛结合补习课程，教囡仔节气的由来参相关的俗语。四神汤跟麻油鸡。四神汤跟麻油鸡，那你觉得今天麻油鸡好吃吗？好吃。麻油烧鸡，这个比较热补的料理，再加上迄个比较温补的迄种素型排骨汤，综合起来，可较袂感觉遐尼燥热，然后再加上迄个细色的蔬菜。因为伊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多。这学校让你推广食在地、食着时的实农教育精神。校方讲，互学生亲身体验，来了解食物到食饭顿的过程，嘛通认捌农业参咱大这片土地。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日本富士山昨正式露出关雪，创下130年以来拖到11月上晚底白无的一年。标准三角形的火山形势真水，山头看白色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国家代表之一。今年说服各界是等甲真苦，操管说到底当时下倒，高府地方气象台初7公布讲，西内啊，暴雪是轻轻啊砍伫火山口的石窟地啊。今年的操管说是对130当前开始观测以来上慢落的一摆。地球規模の気候変動が起こっている中では非常に意味のある記録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海拔伫3776公尺的富士山，平均时间是伫10月初2就会开始落草冠雪，即摆是比平均晚36天，嘛是第一摆一直到11月才降雪。气象预报员讲，较早富士山10月平均的温度是-4.2度，但今年却高達1.6度。3.6度も高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ね。いかに気温が10月高か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この気温からも
見て取れると思います。外電报道，日本今年是经过上热的热天，7月份的气温是一直起到37度，47个县内面有37个是发布着沙警报。欧盟各万年气候变迁服务中心测量讲，2024有可能变作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而且佫是第一个突破升温摄氏1.5度的年份。记者综合报道。落尾咱接着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9度。澳洲地区18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再会。高产见证时代文化变迁，指引出来少年人回转方向。这东西迄个训练的痕迹，坚固来惯起，我一定要干好，不管安哪，我拢要干好。水电的火是引带，是不好，顺水流祈求平安顺遂。